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4篇，耶利米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假先知。时常有人会接到一些诈骗的电话，说呢他们是法官是检察官有些人会说他们是警察等等的，并且他们为了要取信于接电话的人，他们都会出示所谓的证件，甚至有判决书。最后呢，他们就开始进行诈骗。许多人在接到电话之后，因为心理上的害怕而相信，进一步受害。一些民间的宫庙神坛也时常会有出现这种假道士，他们假借相命，然后改运，或是不恰当的宗教行为来进行骗财骗色。这些人其实没有实际的职务，也没有真诚的呼召，或是正式被授权的工作职位。他们这样的欺骗基本上都是有个人利益作为目的。在早期以色列人的群体里面，也出现了假先知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当时候的国王或是一些在位者，为了要欺骗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，从这当中来获得利益。他们宁愿去敬拜偶像，在祭坛上将儿女献给巴力偶像。上帝对先知耶利米说，圣经这样记载，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要回头，就回到我这里来吧。如果你们除去我憎恨的偶像，不再摇摆不定，你们就可以用至诚、正直、公平的态度指着我的名发誓，这样万国都会向我求福，都会颂赞我。事实上，以色列已经在面对强敌的威胁，情形严重到连先知耶利米也对上帝提出抗议。问题是，以色列人仍然跟随着假先知、假讯息、虚伪的生命，他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。上帝告诉先知耶利米这样说道：要向全国吹号角，发出警报，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大声呼喊，集合起来，快跑进设防的城里，要树立指向锡安的路标，不要拖延，赶快避难。上主要降大灾害，大毁灭要从北方临到。那万国的毁灭者已经出发，他好像狮子冲出了丛林，他要来毁灭犹大。犹大的土地要变成荒凉，城镇没有人居住，所以你们要披上麻衣，痛哭哀嚎，因为上主对犹大的怒火没有熄灭。上主说，在那天
君王和官长将丧失勇气，祭司将目瞪口呆，先知也会惊骇。在以色列人中有两个势力在拉扯，有人主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只能面对自己选择的灾难。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仆人先知耶利米，但是看起来以色列人好像就选择了远离了上帝。那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偶像的人们，他们所传的基本上是假讯息，他们的信仰却是一个虚伪的宗教行为。耶稣基督曾经在教导的时候预言将来会有假先知、假教师。耶稣基督这样说，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，他说到：你们要提防假先知，他们来到你们面前，外表看起来像绵羊，他们的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。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荆棘不能结葡萄，蒺藜也不能结无花果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结好果子。不结好果子的树都得砍下，扔在火里。所以从他们的行为，你们能够认出假先知来。在新约的记载，所初代的教会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并且对当时候的教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如同在加州Westside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这个主任牧师 Shane Idleman， 他曾经说过，一位教师可以是具有属灵权柄的职位，或是自称具有属灵职位的人。他并且又说，狼不会对狼群自己来攻击，通常他们都会外出去寻找更软弱的羊群，并且攻击他们。彼得也是这样说道，从前有假先知在以色列民间出现，同样也将有假教师在你们当中出现。他们偷偷地输入了毁灭性的异端，他们不承认救赎他们的主宰，迅速地自取灭亡。虽然这样子，仍然有许多人要随从他们邪荡的行为，以至于真理因他们的行为遭受毁谤。这些假先知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，用捏造的故事向你们榨取财物。自古以来，上帝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样的人，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。的确，什么样的人影响了教会的人，会离开教会或是信仰呢？当然，就是那一些披着羊皮的狼，假装与羊群在一起的。
他们甚至是某个教会里面的职务，有相当的权柄，他们取得了羊群的信任。之前我们也提到了东方闪电，他们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派员潜伏在教会的团契或是群体当中，然后去影响会友的信仰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有人坚持自己错误的想法，并且也影响到别人离开了正确的信仰道路，这一类都是成为假先知的。基督徒应当警醒，时常的自省，我们是否受了影响？我们是否给人错误的影响，而让人离开上帝真理的教导？诗篇第14篇，没有人，没有上帝，他们都腐败，做了可厌恶的事情，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。上主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们，要看看有明智的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上帝的人。可是人人偏离正路，个个同样的腐败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上主发问：作恶的人不明白吗？他们难道都茫然无知吗？他们吞吃我的子民，他们不晓得向我祈求。然而他们要惊惶恐惧，因为上帝与义人同在。邪恶人嘲笑穷苦人的计划，但上主要做他的避难所。愿以色列的拯救从锡安来，那时上主要让他的子民重整家园，雅各的子孙要雀跃，以色列的人民要欢欣。恳求上帝赏赐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先知传讲的真道，让我们警醒，不要成为传递错误讯息的假先知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